呢筆數，聰明嘅家長一定識得計。我哋成日以為幫仔女報最貴嘅補習班，買最多嘅練習題俾佢，就係盡咗父母嘅責任。同時，我哋往往忽略咗屋企裡面嘅氣氛，先係決定仔女吸收知識嘅關鍵。試問一下，一個焦慮、恐懼、隨時準備捱鬧嘅環境下成長嘅仔女，佢大腦嘅 CPU 一早就處於呢個生存本能啦，仲邊度有多餘嘅空間去啟動佢哋嘅學習模式呢？恐懼就係仔女學習最大嘅殺手。難聽啲講句我哋一邊花錢補習同佢起樓，一邊呢又不停鬧佢，喺度同佢拆咗層樓。呢啲咁嘅教育投資，其實真係得不償失。所以如果想仔女成績好，首先我哋做父母嘅一定要保持穩定嘅情緒，呢個亦係最精明嘅投資。